呀，钱来呀！听顶言的咧讲，1970年代台湾人真罕得有人唔捌看过这出连续剧《劫数戏》。主演男主角钱来呀的张宗英，伊也是这条歌的作词家。从此伊继续踮业界发挥，来到壮年的时阵主持广播节目《人生经验谈》，全国60支电台联播。来到中年，伊佫开辟新的节目，要传教真正的台语，讲学做台语传真。讲到台语传真，咱就想到张宗英老师真少重的左右手大娇子啊！咱先来听大娇来讲伊眼内张宗英老师生活中咱较无了解的迄一面。伊做真好的工课，吼，伊拢真讲究，伊是非常完美主义的一个人迄当阵伊一个人爱换全省的5、6间的迄中医诊所、中医病院，伊一个人咧换逐工，伊这行程拢排甲足满，逐工拢安尼。但是伊记忆太好，伊所有代志一清二楚，所以讲伊对咱的要求非常的严。老师同齐有6个秘书嘛，吼，6个秘书吼，无一个无去互派过，6个秘书无一个讲吼无去互派甲考出来。大家拢嘛偷偷考，定的啦。伊不管是伫咧写物件，有当时譬如讲，伊看到一个新闻，伊可能有感想，吼，这社会现象，伊若有感想，伊就笔摕起来就随写，马上伊就写，吼，伊无讲限定讲一定爱伫咧什么款的这个所在，还是讲什么款的迄落。吼，伊无这种限定，伊拢是随时不关系的。亲像迄彭恰恰因若来啦，还是讲迄个郑经英若来咧，含伊讨论歌的时阵啊，讲到什么时阵，你讲老师你是毋是会当迄个马上是什么题材，伊讲咧，伊就写出来。因为迄当阵伊伫咧电视台，伊伫电台已经非常的出名嘛，所以讲伊的歌伊的要求，就是咱以前的黑胶唱片内底有无？一定要是主打吼 A 面的第一条，或者是讲 B 面的第一条，毋是放头一块，伊拢无爱互人。虽然老师的脾气同人拢知，毋是讲真好吼，不过呢，我感觉讲老师对家己吼，拢是一向自我要求上悬的一个人就对啦吼。经过较久的这时间，我认定你也是做家己就好，老师就是老师，你也是做你家己就好，你也是。做你伫咧大家面头前，永远的张宗英张老师就好。钱来呀，确实是钱来呀。头一摆接受访问，各种袂晓讲的荣幸甲欢喜。欢迎张宗英老师欢迎。谢谢，多谢你邀请我来这所在。钱来呀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毋是干那钱来呀尔。你伫业界继续发挥。命运的锁链，嘛甲对广播转变做电视剧，嘛阁有主题歌写出来。咱知影，一出电视剧所播，互你足够播啦，几落百集，看过就看过啊。毋过歌，几落10年拢还阁调咧。那讲这创作的过程吼，有那是有故事的啦。迄个时阵，我有一个真好朋友。有那为着某种原因吼，就是讲无来往啦。迄阵阵吼有所感慨，所以我才写这首歌。这首歌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吼。向上我是郭金发主持的高阳金都乐府，较早郭金发有主持一间歌厅。我做金都乐府，甲南部就对台啊。按照我都主演钱来啊，钱来也未。现在主演是甲洪辉辉主演的，就是叫做演唱会。伊要请我甲洪辉辉规定就去高雄做秀。现在有事件迄个关公号啊。较早关公号、关公小姐上高级的火车，我甲郭金发2个人坐饭厅的，我写词伊写曲，当场写就对啦。我写词写好，伊曲写好，
都对台北这个高雄一首歌都完成，为命运的锁链。我用这个中国的传统式的写法，专门靠尾句的。哦，明明有缘变无缘，无缘奈何天？奈何天意偏，偏偏无缘变孽缘。孽缘太可怜，可怜分绵绵，绵绵情愁相牵连，牵来牵去一条链，一条命运的锁链。这个歌词空间绝晓，就是甲人无共款的写法。嘛，唯干那这条歌词，啊，佫毋捌看过第二条。毋捌这款写法啦。老师，还是讲，这条歌若照你安尼讲，是你家己的经过啊，是你家己心内感觉讲，甲这个朋友无联络啊，哪会去变做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？因为我这个歌的歌词的内涵吼，算讲包容去看，毋是单纯甲写一你爱我，我爱你的尔。这个歌就是写出真多社会现象，尤其是爱情的现象。哦，爱情悲欢离合，我真包容真看甲写出来。比如讲，差不多爱情剧拢用会着啦，拢总无几句啊。但是这几句的歌词内面，将一般社会剧、伦理剧、爱情剧的曲折的过程，会当甲包罗伫内底，所以用这个倒一个连续剧拢会下。迄个时阵，你手头是一档搁一档的连续剧，讲起来要编剧，要想这个故事，压力嘛真重啦。你想讲头拄啊见面，阮咧听钱来呀，你要甲我讲，这原来是你讲剧本，互人写，互人编出来的。对，大部分拢是安尼。写武侠小说的，真侪拢甲你真有往来的朋友，因咧写的大侠主角，是毋免趁钱的啦，是足潇洒的啦。对，来来去去到倒位，拢有几落10万两银通好开。啊，你来去想讲，哇，我要创造一个大侠是贵也得钱来呀，便宜也得钱来呀。你拄我讲迄个问题，我定嘛咧想，对。啊，大侠就免食饭哟，大侠去到倒，通常拢免用钱哦，毋是安尼，一定较小可生活化。所以讲，爱钱要倒来，啊，毋是大侠毋是去抢的啊，对。啊，大侠又无去食好咯，迄钱倒，到即马为止，我请问你，武侠小说作家嘛，无一个讲得出来。因的武侠小说的作家，因写的男主角，无一个有钱源的来路。甲人我写钱来啊，就种一定要有钱的来路。啊，你要去行善，要去助人助贫，毋得有钱，啊，你家己嘛爱用钱。所以讲，我就是用比较较写实的社会写实剧的想法，去个创造这男主角讲爱钱，所以伊才好多钱来呀。从啥？我趁钱，正当的趁钱，对唔？有针对社会现象嘛是要有这样。我去趁迄个无良心的人的钱，我就因无良心趁的嘛。啊，我来去甲趁伊的钱，我来解救一寡需要人解救的人，就是迄钱来啊，迄出去的主题啊。是毋是因为你足少年，趁钱就足紧的，所以虽然较早少岁艰苦，毋过真正钱入来的时阵，咱袂去互钱拖咧行。唯一台语歌单，敢若即条尔，命运的锁链，特别的歌词的写法。较等下，等下甲张忠老师继续开讲。
一片，无缘人间，言太可怜，可怜，恨绵绵。明明情受小牵连，牵来牵去，一条嘞，一条命运的锁链。无缘缘，言太可怜，可怜，恨绵绵，明明情受小牵连。牵来牵去，一条链，一条命运的锁链，锁链。前来啊，张宗英老师唯一一摆接受访问，你头一摆讲家己主事换代志，赚到较大条钱，敢是家己出来整广播剧团的时阵？是啊，我伫册无读了后，我民国差不多47、8年，我就伫教那这个新平戏台，我来做编剧。编剧就是好早无声的时代，无声的时代，无接落去有声，但是嘛无字幕的时代。戏台拢需要有一个翻译的，讲翻译的是叫做即卖名词啦。日本人拢讲编剧，编剧就是一个人，伊会当敢若像广告共款，讲所有的角色，拢甲广告完全一模一样。电影也无声，也无字幕啊，伊家己人在舞台顶表演，叫做编剧。是讲你讲做编剧吼，你敢有通讲先知影去出戏咧做啥，还是讲先报一摆互你看，你就准备讲要安怎讲，敢有这个机会？迄无咯，古早的电影吼，我讲啥物拢无啦。伊甚至来吼10群8群内面吼，有凄凄惨惨哦，人播落去才知影毋对啊，来无迄个时间啊。比如讲，咱整个电影，今仔日下晡要做电影，有通再去写，迄影片才到位。安尼你要哪有才调准备？就是要靠你灵感。伊袂这么伊有一张叫做咱即摆讲叫做本事啦，较早讲本事、本事。差不多300字至500字，迄大概大纲啦。但是呢，伊也无写啥的，写某一个人去到倒位，爱去等到什么人，出来去经过曲折离奇，到尾啊嘛无收煞，
拢东西变数都是完全靠你的反应，靠你的反应，靠你家己讲个较听啦，学字白念，念有路就好啦。安尼应该嘛加减会讲唔对，一定对人讲唔对，但是你家己要收煞。但是上重要就是观众伊唔知你唔对啊。你家己感觉讲唔对的时阵，捌啦，我家己嘛会讲唔对去啊，尤其是迄个西洋片啊，西洋片了，咱真少咧看西洋片，说落去，伊个出来的人，差不多人拢要共款啊嘛，你毋知有这感觉无？迄较早来看到洋片的时候，尤其是查某上歹认，查甫还佫较好认，有大箍、细箍什么哦，查某的吼，都逐个拢身材拢真好哩，到尾，我想一部人头毛，有金头毛的、红头毛的、乌头毛的，我说落去，人伊的目睭，因的目睭拢有色。定下嘛讲个主角讲个死去啊！哎呀，主角讲个死去啊！我玛丽已经不行了，过身去了。结果伊毋是玛丽，伊是配角啊！所以讲这款定发生。像较早我做囡仔，头6、7岁、7、8岁时阵，遐捌带阮大汉去看迄个无声的电影，有咱教阮啊。听别人做变数就对了。听别人，像到教阮迄个变数，我上会记伊个名，伊个名真特殊，叫七支针的，七支针。伊个意思就是，伊敢像刻盘，伊磨袂位的啦，伊个针，咱普通古早叫刻盘，拢啊用刻针啊，伊七支针，就是伊毋捌咧断声的啦。安尼嘛表示对家己足有自信啊。嘛遐个也无人啊，迄民风未开，无人捌字的人足少啊。要去看出电影，迄个时阵我都无到10岁啊7、8岁尔。遐阵包括大陆，拢是大陆电影，关东大劫啦，什么火烧红莲寺上出名啦。火烧红莲寺，红高人家单地址，无声，拢无声，做一空啦，就白戏，就血痕，再搁接落去安尼啊，都敢若是安尼，一段接话安尼啊，但拢靠变数家己在讲。我咧教阮啊，做变数是学变数是2、3年尔，到尾我来随风，来随风做变数做头2、3年，他去做兵，做兵的时候我去试换咧，等于变数这头路绝对无啊，因为社会进步啊，哪有变数，哪现在无需要变数啊嘛，要安怎？听讲我上新鲜的就是广播电台，因为变数共款靠麦克啊，广播电台共款才靠广告啊，一下就对啊，因为我有自信这个行业，我有兴趣的就对，所以我做兵，伫做兵的时阵，我家己来有准备啦，讲爱有做功课，等去要去找这广播头路。咱有比人较无共款无？你若无比人较无共款，若无读书一家，你无法度徛起啊！所以我伫金门，我咧空路队咯，空路队营啦，日时啊、早时啊拢做演的，暗时才演出嘛。早时啊，我就去上时啊人，较早武家说拢租的嘛，金门嘛是共款来当租的，我伫金门租武家说出。介一个，你讲我手啊听，几片的手啊拿、手拿、手写拿，6、7点钟我坐伫了，我家己在讲，要安怎讲，要安怎将这武侠小说，甲化做广播剧，化做广告，所以伫遐就有准备啊。广告，甲你头拄仔所讲的武侠小说，说书，迄有精差对无？精差咯。广告就是，甲一个故事的经过，迄拢无剧本的，迄拢总是家己编的口碑啊。甲咱古早3言2拍，
迄嘛是广告线的大先讲出来，啊，广告线的嘛家己编的，是即马这三言两拍又有名这广告线的，像北京天桥迄个呢，大家听咧广告，北京人讲书，伊都无书无册啊，人讲，到尾啊，伊讲到这无论倒一步啦，讲那个受欢迎都有会写人将伊讲的甲写落来，所以大成有故事才有册。到尾啊呢，阮咧讲的武侠小说，就是大成有武侠小说，大成有武侠因先写出来啊，咱只主义小说就来甲改编，所以毋得变成说书，因为武侠小说伊写迄个过程，无一个人有才暗念的啦。你广告无了招数的啦。广告上就来讲，这个来拍迄个拍迄个，两骹就甲踢倒安尼尔。啊，你若讲武侠小说，毋是啊，武侠小说伊在这招迄招什么名？玉大飞妖飞燕夜水，迄拢都无法度啊。郭正要请所有观众朋友过来听另外一条马老师家己的作品，嘛足技巧的。头拄仔咱咧讲口尾句的这一种，阁有老师另外一条，干那写一字落去倒句押韵的，台语歌坛安那罕见的爱的呼声。沉闷的船的声，看走着凄凉的小嘴声，哀怨的呼声，怨热我心声，痛苦的声。悲惨的声，断肠的声，心碎的声，交响着咸酸苦涩的哭声，这就是我爱的。呼声，沉闷的船的声。伴走着凄凉的小嘴声，哀怨的呼声，怨热我心声，痛苦的声，悲惨的声，断肠的声，心碎的声。交响着咸酸苦涩的哭声，这就是我爱的呼声。来台北，你是直接去找广播剧团的头家讲，这我家己一把功夫，还是安那入去人的广播剧团？这是跟我个性有关系啦。我的个性啊，从事做艺术吼，无论讲是后壁写字、写书法啦、画图啦、广播啦、电视啊，
我第一个就是一定要甲人无共款，一定要创新，写歌词嘛共款，若无创新我就袂。所以讲，我知因迄个讲的广播剧啊，但里面专门讲日本的、萨姆奈、武侠、武术的，最近专门讲社会温暖情绪的剧，吼。迄两阵我毋知要去倒位嘛，毋知啊，也无人捌我哩，到尾我家己毛遂自荐，去做黄志清，黄志清无伫个就是。迄样子因阿姊，我做前港湾，前港湾的话头，我做前港湾广播集团，去就是讲，伊等一本册互你啊，等一本古册啊，你讲看卖啊，册变贵，迄拄好是我的专长哩，我就使个讲互因听了，一声讲好，你明仔载上班，一个月才1000块尔呢。遐到我岁数岁300户去树林啊，骑自转车，骑到天南电台现场的，早起10点至12点，现场的参加因的舞剧，因的讲述。有一天，黄志清就无法度通上现场啊，无法度上现场，比讲要叫谁去做主角。内面也无人啊，我个新的啊。所以你讲的主讲是讲倒背，是讲边啊讲剧情的转变，迄种做主讲是。拢系主讲，主讲就是将所有的故事来龙去脉拢伊爱一个人拢落掉的。伊讲啊到遮，要讲互你讲这个时阵来到这个时阵，这个时阵，吴国清。伊换一个用，换一个心，安怎换你讲，甲你比起换你就爱讲。较早无剧本的时代，就是真正甲来讲一个简单的，人讲就数字用主题的。我正小等，我来介绍互你的时阵，你就给读背就是讲，随着你要安怎讲，为环境讲啊，你的心情，所以就是讲你。互人反背去，你真怨叹，你要报仇。安尼，迄个主讲是足要紧的角色呢。当然咯。啊，你新人呢，人哪会要互你讲？无法度，袂当开天窗啊。迄个时候，我是被形势所逼，嘛是拄是我的机会，无哪有机会，人去做主讲。我听个前讲，我讲我只我用。我讲我无法度讲人家的，因遐拢是因的剧情、因的剧本，拢无剧本。因拢是过去伫个舞台剧演出来出头，主讲黄志清，伊拢知影才出头。古早伊就是导演啦，伊就是编剧啊。古早伫个戏班的时阵，都是无剧本的，都是拢用讲戏的。我遐因拢写一场，这场吴国清安怎。这场安尼尔，所以讲我无法度啊，要安怎？我只讲武侠小说，一炮二红啦，无人捌听过武侠小说哩。所以咱咧讲的张宗英的代名词，未醒来的时阵，人就讲武侠天下，是迄个时阵你就好名是吧？较早做武侠小说演播，是我离开前跟我广播剧团了后，嘛是我家己咧讲武侠的尔。我毋知号一个题目名叫做《武侠天下》，离开前跟我了后才学做武侠天下。迄个时阵就真正家己开始担当代志，家己赚大条钱啊。像迄就在，即摆讲卖我团就对啦。就是迄个时阵，对，会当讲一个剧团要生存，都爱靠足济药厂的捧场，大间药厂，就无咧人事啊，迄个人事呀。无人事，迄几间药厂拢迄几间尔咧，迄几间伊就已经所有的迄个预算拢伫个即个广播剧团，伊无可能过来支持你嘛。要安怎生存啊？伫空棚中求生存啊！求生存就是甲钱啊共款，就是去甲药厂把一个药啊，
家己来卖偌济算偌济，迄个时阵好运，平常拢卖个赚无偌济钱啊。迄阵我跳出做武教的时阵，非常迄度啊，大家好，大家拢爱听这武教武教啊，迄个无娱乐啊，啊无电视也无啥，无论日时啊暗时啊，都敢听这武教小说尔，所以嚯，生意非常的好啊，对。所以迄个时阵趁钱就伫遐。啊，哪会惊对电视台入去？较简单讲就是讲，我爱演戏。啊，我家己本人都爱演戏哩，对。啊，但是都无人叫我演戏哩。可能是因为咱毋是小生哩，咱实在无缘投哩，对。都无。虽然我是广播非常的红，嘛无一个人会来叫你讲你来演戏。毋是因为缘投甲无缘投，是因为你家己做团主啊。人想讲你家己换代志的人，啥物人敢去甲你讲？你是制作人啊，哪有人会请讲啊？你制作人来我遮演戏，原因应该是伫遮才对啦。遐个电视咧拄开始尔，哦，民国50几年啊，第一拄开始尔，哦，有一出戏，较早拢现场的哦，有一出戏，就是讲，迄个小青人要演的哦，一个角色要小青演的哦，是真正咧等。演员太多个啦，机会一个遐个讲一个大师尔，讲一个大师，所以去，迄个一天有限，中昼时1点钟，暗时1点钟，甚至暗时半点钟，中昼时半点钟，头仔拢1点钟啦，到尾也是双头才开始改讲半点钟，啊，拢半点钟啦，啊，半点钟一个剧，互你讲。10个人演出啦，啊是几落100人要小钱要演哪有机会？无卡流动甲着你啦。啊，机会是人来找你，还是你去哦，我家己去找人，我家己感觉毛遂自荐咯。遐种也无人有武侠的啦，武侠除了邵氏拍电影以外吼，遐都嘛才拄好开始尔。啊，电视要演武侠的根本无人嘛，根本无可能嘛，对，遐种。预算一出一集8000至1万，演武侠嘛才12000，啊，普通演迄个现代剧是8000块一集。我若要制作武侠的吼，一集上少爱开2、3万。啊，毋通你家己摊？我家己摊。拄开始摊，毋过你钱来呀，演唱会、小李飞刀、英雄本做甲轰动，应该就。有名有利会当回收啊！迄有名无利。哦，像说我拄第一出来武侠叫劫骨柔情，伫台视拜六时啊暗时啊10点演到11点，迄收视率是70%、80%的啦。你讲一台尔呢？大家嘛看一台。啊，煞落去民国60年花市开台，都有就叫叶大平先生。伊真欣赏我，哦，招我过迄边，拢是伊关系足好个啦。伊去找关系，啊，我来负责戏个制作，关系拢互伊啦。结果踮咧花市头出，毋知演唱会。啊，就是你甲黄飞飞号名，就是即出嘛。哦，对，所以迄个时阵我就牵黄飞飞起来做女主角演唱会，伊嘛一炮2行啊。你已经制作，包含编剧才无用啊！啊，哪会阁动迄个头壳，发挥迄个灵感？咱讲《爱的呼声》这条歌，听嘛知影讲，敢若用一字落倒句，迄原来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嘛。啊，你若想讲，我要写一个甲人无共的，写，竟然写出来，无互人感觉讲叮叮塔塔，无互人感觉讲一直听到声，感觉安尼足足的无呢？通常我拢是以写诗的迄个角度来写，因为我是传统有读过汉文的，啊有读过汉文的，都有学过作诗，有学过做对联，所以到尾啊读册了会当写新诗，啊写诗一定要押韵，啊就会去想讲，甲人押无共款的韵，试看卖啊咧，叫做别出心裁，
希望创新，结果迄条歌有对咧。啊，敢若用一字来押韵，拢无换别字的。拢嘛，敢若你声。老师，我来讲较无礼貌的讲，嘛，敢若你接热啦，吼。啊，当然，老师我知影讲，这段期间，当电视台真发挥了后，讲起来你的人生嘛有家己的波折。毋过，搁进展来就是1980年代，唱片公司直接来找你啊，直接来甲你好喙讲，老师，你有歌词一两条，互我做主歌无？听大娇姊也咧讲的，啊，若甲迄个时阵，一条足轰动的，就是《命运的吉他》。我走着爱情的歌声，孤单的人伊啊，唱出着无奈的心声。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我比别人较打拼，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？凄凉的吉他声，愈大是心愈痛。命运的吉他声。大声，我走着爱情的歌声，孤单的人伊啊，唱出着无奈的心声。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我比别人较打拼，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？凄凉的吉他声，愈大是心愈痛。命运的吉他声。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我比别人较打拼，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？凄凉的吉他声，愈大是心愈痛。命运的吉他声。前来呀，张宗阳老师今年来将伊真侪有写但是无出版的歌词，出版做一本未完成的歌。我伫这本册内底嘛发觉一个真奥妙的代志。老师，咱讲命运的吉他，遐尼对，遐尼迄度的歌，结果我编你这本册内底歌词对头前讲凄凉的吉他声，伴奏着哀愁的歌声，一直到中站遮。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我比别人较拍拼，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？凄凉的吉他声愈大是心愈痛啊！一人一款命，
既然天注定，残准路嘛着行啊！命运的义大声，可将头拄仔读的这三句，一人一款命，既然天注定，残准路嘛着行。歌曲内底无做咯，对无？这我头拄仔发觉的。我原本的歌词就是有你讲迄三句啊，一人一款命，既然命运天注定，残准路嘛着行。这种宿命的人，宿命论的人认命啦。我身为听众，我感觉讲有这三句，甲无这三句，前差应该是伫咧讲，你若敢若命运的义大声是感慨尔，毋过若有残准路嘛着行，是鼓励志气。正确的，因为我每一首歌词哦，每一首你后摆你有闲，你看我迄个未完成的歌，我写每一首歌，无论国语的、台语的，绝对是一个故事，是一个完整的故事，起承转合，小煞对，敢若像咱写连续剧的，迄结局爱有情有理的结局，你毋是扑地跳起来的结局。这个歌本来就是陈伟祥叫我写的，要叶启田唱的。到尾啊，可能是伊歌伤济啊，听说陈伟祥真红啊，结尾歌足济啊，摆袂落去，伊才无用，才去互王在庆王在庆来找我的时阵，伊都介意这个歌，哦，摕转就做啊。做了后就好，我才知影兼这三句。啊，我甲伊相拥，甲伊计较都无路用，就好啊嘛。所以讲我安尼，你也莫搁找我写歌，我莫搁写歌袂离，因为咱都袂合嘛。但迄个歌就减三句嘛，迄度反正加三句才袂迄度咧。反正加三句才真都袂对咧。反正减这三句讲，啊，这个歌足大调。但是我是遗憾就对啦，你作家拢安尼啦。咱普通哦，真济作曲有两种，作词嘛有两种，一种是天赐的，哦，你曲写好来，我爱天赐，叫做天赐。一种就作词的，词写好，你才得去写曲。吼啊！若古早老辈吼，杨三郎因演的，因绝对是照词一句一句，连一字都袂甲伊绕到去。迄个是古早传统的写曲的，迄个日本人的传统。到尾啊，国语人的传统，就是爱甲伊删啦。我曲落来到遮尔哩，对唔？我来到遮说命运的义大声。安尼我收煞起来，我拄这曲真完整，24小节啦。譬如安尼讲啊，啊你搁加这三句来，我哪袂落去啊？结尾，陈伟祥陈先生，伊来找你，有真侪好事你拢教伊。尾后咱知影，结果老师领导社会去写讲，做总统大家有机会。迄嘛真正是比较真侪社会上咱咧讲的人加真勇敢。我讲安尼敢对？真对，你讲的是真对。咱讲天良，陈伟祥嘛是有这样讲啦。有将这个歌甲录制出来，但是又甲我改过啦，有甲我改过。又讲有甲你改过啊？有甲改过。到尾讲安尼敢对，我的你怎么写来才变成恁的歌，到尾才变成合作的歌。像这对我来讲啊，是一种。打击的。啊，毋过老师，迄个时阵的时代，你会去想到这句话，想到讲做总统大家有机会，是真正创造潮流呢？因为迄当阵是总统还未民选呢。一时的灵感啦，呀，我都结尾嘛是有意见话，伊真爱歌词，真捌歌词，真捌歌，意见嘛真侪就对了。到迄个时阵就是。共同的思想，共同的参详所做出来效果啦。老师咱知影，佫有一条歌嘛是真宝贵。咱即摆咧讲天后，毋过迄当阵伊佫伫台语歌坛拍拼的工会，去唱着你的歌，一条倔强的爱。对。迄个词，老师一定原来
有家己的故事，还是讲有眼内看到的故事，才会写出这么感动人的内容，对不？我迄个歌哦，是完全哦，叫做非常非常的乡土味啊，非常非常的台语味啊，拢差不多拢是台语，大家定下咧讲的一寡俗语，内面所演变出来歌词，迄个歌我是足疼惜一个歌。我感觉你足得意，对这条歌的歌词我体会会到，家己足爱惜，足重视。足重视的。结果呢，人伊田两个头家嘛，将伊当作 A 面头一地咧拍，工会当作 A 面咧拍。结果是作曲的人，唔是韩文咯，伊是做国语嘅管制，哦，做国语歌管制，伊较早做歌拢是邓丽君唱的、凤飞飞唱的，伊拢做迄款叫做另外一种曲调做法，向人跳转来写台语吼，袂下。迄个歌真好听，真歹唱，所以袂着，袂迄倒。工会我看拢毋捌演唱的，拢毋捌唱过啦。到到这当中，你还阁一直保持创作、写歌词、做工课，认真互家己每工拢有艺术发挥的时阵。这是我的个性，我都袂个用的啦。那还是我爱写，我这写迄本歌谱吼，迄个未完成的歌内面有300几首歌，迄个我若想到就写，想到就写，歌都无人买啊，啊卖无路啊。但我毋是为着写歌要卖啊，我是抒发我家己情绪。老师一路行来，完全拢无改变，对家己的要求，迄种的认真，保持在这当中。每工咧创作，迄是足辛苦的代志，啊，毋过嘛是足快乐的代志。对啊，我会记得老师你捌甲我讲过两句话，虽然毋是你家己的话，啊，毋过这两句在我的心内感觉会当印证你的人生观。你讲事有未成经乌托，事无不可对人言，这两句嘛，大大去启示，甲国情教甲讲爱行到这路来，爱做甲亲像老师这样贴地这种的作为，我真正足感谢，嘛足钦服老师。这两句嘛是我定定做我家己座右铭啦。有迄个读无着册啊，无迄个袂用个对人讲的话，一生我注定就是人生毋免暗卡，坦白，因为你暗卡无路用啦。只有是坦白面对人生，坦白面对感情，坦白面对你的遭遇，我看拢无代志。坦白，前来啊，张宗阳老师的人生观，我相信也互所有观众朋友做参考，学着体会甲启示。老师，我要邀请你谈咱心所爱的歌镜头头前，印度亲像世界电影的明星同款，互阮流乱的手艺。哎，多谢。好，想要到这英雄啊，来。老师来，来，咱请坐。袂晓讲的感动，张宗老师伫咱的现场，甲咱讲起伊人生的过程，伊的世界观，我也想到老师所写的歌词，毋捌心头乱，毋捌心操烦，无瘾管别人嘛，无瘾互人管，快快乐乐的人生观。你能配合男主角？老师，我诚意甲你感谢。心所爱的歌，今日听到老师讲创作的过程，我相信咱拢有深深的感动甲启示。多谢张宗老师，咱下回心所爱的歌，唱咱的心声，继续来开讲。